乡亲是大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1999年9月2日半暝1点47分，台湾发生将近100年来上大地震，震度高达7.3，几啊万人因此家破人亡。20年过去了，灾民安怎行过重建之路？这场100年大地震，阁互台湾学到啥物经验？为伫个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台湾。咱的建筑物是毋是会当抵抗地震的威胁呢？当年的921，全台湾有10万外间的厝全倒，也则是半倒，一直到即卖，嘛是也有真侪危楼。更加互人担心的是，全台湾各县市老厝上多，就是伫个人口上多6都，尤其是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中市甲高雄市。万不以这都会区，若是大地震，恐惊效果不堪设想。921大地震20年的系列报道，咱就先来检视咱所住的厝是毋是有够安全。每次地震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怕。很多人都认为说，哎，我住在101旁边，我都跟他说这是一个蛋黄区的一个贫民区。感慨的就是，这20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政府对民间的危险建筑做的非常的少。对于自己住的房子，是不是住在很危险的地方，民众不知道。地震瞬间，货架上头一瓶瓶的酒全部都被摇到地上，酒瓶破裂，玻璃四散。地震来袭，建筑物越晃越厉害。花莲吉安一座房屋的铁皮发出巨响，相当吓人。2019年4月18日，花莲发生瑞士规模6.1的强烈地震，全台湾拢有感觉，各地拢有灾情。台北市有2栋旧大楼起去。台北市信义区的富贵角大楼明显往右倾斜，较高楼层几乎紧贴着隔壁大楼。出年41年的富贵角大楼，921地震后就被打黄单列管有20年。强烈地震过了后，台北市政府各开黄单，中华大楼住屋是愈大愈烦恼。它摇得很大的时候，你往上跑也不是，往下跑也不是，你只能站在门口那等待它停止。那种等待真的是很煎熬，你知道吗？开机伙住伫4楼的单数零，伫客厅放一粒玻璃珠啊，随链到另外一边，地面拢处处。你看，从当初92120公分，到现在变成7公分，是不是再震一下，会跟隔壁连在一起了？但所连阁带采访团队去到楼尾顶，甲隔壁大楼敢若差7公分，这款的厝叫伊要安怎去住落去？每次地震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怕。很多人都认为说，哎，我住在101旁边，我都跟他说这是一个蛋黄区的一个贫民区。中安东路2段，厝龄40年的金林大楼嘛有同款的情形。我隔壁的松林大楼，为外观看来，2栋大楼街路站也阁有旁，关路站差不多大做伙啊。因为这压力伤大，外边的泰路已经会落啊。已经依靠在我们这栋大楼。台湾平均1年有18000次的大小地震，1天40几次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。隔壁的大楼，它的倾斜，它的依靠，每天呢就几百吨的这些重量，对我们这栋大楼一直不断的去撞击。那个随时什么时候会再来一个强大的这些地震，对我们造成非常严重的倾斜。提出台北市政府鉴定书车道1/2，判定一顶、中顶无马上危险。不过，这款的结果，松林大楼的住户无法度接受。对于市政府的这种那个为善尽管理人之责任，消极不作为，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无能以及痛心。因为这件事情终究该解决的还是要市政府，
出面来解决。难道现在已经1栋的危楼了，要让它一直碰撞到变成2栋危楼的时候，你们才要出面吗？才要处理吗？骂市政府无作为，管会拍官司来解决。要不是我们跟他靠着的话，早就已经就不晓得垮到哪里去了。对。问过律师了后，决定拍民事官司，要求金林大楼进行结构安全的改善工程，恢复到原始平面图同款的状态。虽然官司唔知拍几档，不过上庭祝贺议员坚持要维护自身的权益。长年以来一直倾靠在祥林大楼，也一直碰撞，其实已经是造成了祥林大楼结构上有一定的损伤。那就这个结构的损害的部分，必须要请求损害赔偿。我想这些漫漫长夜，而且真的到底怎么样的这个结果？你说隔壁去补墙啦，去什么那个话，真的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过靠无4个月，2019年8月7日又搁地震，南机场60年的老厝，旋转楼梯边的壁拢变形啊！强要甲厝完全分离啊！真惊，唔知倒一天厝会真诶倒落去。很多这种旋转啊，或是说有边边角角的这种结构，万一有外力来的时候，比较容易产生这种龟裂的情况。墙壁的声音很大声，然后我怕了，我觉得我死掉在台湾。这个是标准的海砂屋的行为就是它的混凝土剥落了，钢筋生锈了。这栋大楼被判定为危险房屋，要拆掉。鉴定出来它是大的安全有真大的顾虑，结果技师伊咧带采访团队到中正纪念堂边的新阳国体，公司的油漆已经落去啊，搁到大楼外口向顶面看，这个铁基看现，红砖嘛拢看有，规栋楼拢是安尼。市府都发局已经行文，新阳国体总共13栋550户，鉴定了后属于高力离子阿妈图建筑物，2年内停止使用，并且伫3年内重新拆除。那不耐震的，还有像这个兴隆社区，它海砂屋，因为民国60几、70年大兴土木，很多的建商用的淡水、淡海、关渡那边的海砂。其实这个是一个钢构实际上你仔细看，甚至于它铁锈都已经生锈了，我们用手指拨都可以拨开来，所以这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。另外一位结构技师戴分发，就是实际勘察公共建设办公室附近更替做的天桥，发现讲已经生成甲真严重。这两厚度这样，它这里是等于是没有了吧？它已经就锈蚀穿过去了。开座天桥拢有旧坑，正头8的油漆就随落落来，这个所在甚至有真大的坑，若是有地动，不堪设想。很多人都认为是地震来的时候，或者是说有一些道路桥梁是无预警的坍塌。基本上以我们专业在看，它不是无预警的坍塌或破坏，基本上它早就给我们预警了，只是我们轻忽它，我们粉饰太平。危险的旧厝、公用工程，生活中世界拢看会到，危机有够紧急。就是伊地震后，咱学着什么假事？为着了解房屋的安全以及政府防止地震的成效，华视新闻采访团队进一步去追查，搭红单需要经济限期修补的，甚至强制拆除以及搭黄单需要注意立管的建筑物，全台看有偌济。却发现主管机关为内政部到营建署根本无明确立管甲统计，嘛无想要公布这个资料。中央地方权责不明，台中彰化等县市政府甚至无公布全台湾红单的建筑物实际数量，煞变成袂使讲的秘密。如果一公开的话，那确实它的影响层面相当的大，那它也甚至于有可能会去重组目前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状况，牺牲居住安全。毕竟这是两难啦，就是说，当然第一个居住安全的一个部分确实是有可能受到影响，房屋持有人他会比较担心影响到房价，那甚至于更可能影响到所谓银行贷款。大家其实都把房子当做一个赚钱的工具。而不是当做一个居住安全的一个堡垒 ，OK， 或者居住安全的优先次序也远低于所谓房子的价值这件事情，所以大家就会产生到
宁愿要钱不要命的这样的一种矛盾情况。有商机却是稳中地命危机，让人更加烦恼的是，六都的旧厝真济，地动发生在都会区的边仔，灾情恐惊难以估计。内政部前部长李丰源就直接讲，尽量来自台北市进度达到5级以上，会有4000栋的建筑物会倒。针对台湾的土壤液化全市区做了一个模拟，结果全台湾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台北、新北跟台南。万一台北发生一个像台南的这一次的地震，我们倒掉的这个房子可能会超过4000。那如果我是浅层的地震，所谓浅层大概地表深度下来10公里以内，这种浅层的地震发生在台北盆地的周围，那我相信台北有1半以上的这些老旧建筑物通通要倒，除了新盖的大楼，可能可以度过这个危险。牢固危险的建筑物无防灾防地动，要将伤害减轻降到最低。学者专家有提出办法。根本之道其实是应该做所谓老屋健检，才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就事先防范，胜于我事后才来处理这件事情。那事先防范的一个就是你达到一定的年限，例如说20年，你有要求强制你一定要做老屋健检，每隔5年。如果30年之后，也许每隔3年你就要做老屋健检。这民间的建筑物，你应该做一个全面性的调查，家里的房子可以耐到多少级的地震，有没有海沙，危不危险，危险程度，起码我危险程度可以把它分成5级或10级嘛。我危险等级是1级、2级，做出来以后让民众知道说我的危险等级到哪里。台湾伫欧亚板块甲菲律宾板块交界所在，真接发生地动，已经成立30年的国震中心。921了后，不断模拟6级以上地动来时，大楼耐震程度以及伫各地保强震毁的后项。因为就是学生多，那如果上课的时间那房舍坍塌，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，所以政府其实在98年。就已经大规模的，就是用中央的专款协助地方政府做耐震评估跟补强，那一直执行到今年年底，那其实已经12年了。所以说，就是大部分的学校需要补强，每3栋就有1栋就是校舍已经经过补强或是重建的工程。并且，这个透过学术整合实验，发展工程新技术，减轻地动灾害损失。做一些事先的一些模拟，那针对就是它会先坏的地方，我们就赶快去改善。那我相信这个计划会对都会地区很有帮助，所以我是认为还是这样想，就是说这个地震一定要准备啊。如果你准备好，那到时候就是受到影响就降低。那我是觉得我们是比921之前要来得好。基础921的假是1999年政府先推公有建筑物保强方案。2000年，高铁关各县市新建案耐震标准，保障新建筑防震的能力。921发生之前呢，抗震系数只要达到0.18就符合法规的要求。但是自从921发生之后，所有耐震系数都提高了，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是提高到0.24，才有符合法规的要求。2018年，更加宣布4年变60亿，改善所有老旧建筑物的耐震能力。严格专家批评讲，政府做了伤少嘛伤慢。我很感慨的就是，这20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政府做了对民间的危险建筑做了非常的少，做了非常少。最简单的就是对于自己住的房子，是不是住在很危险的地方，民众不知道，都知道不适宜的房子住久了。身心都是不好的，甚至说孩子的成长也都不是好事。所以说这些事情其实是涉及到非常多样的层面啊。当然，我们都努力的希望民众要有病识感，要更积极的来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困境，以及了解政府和产业界现阶段真的已经建构出相当充沛的量能，要来帮助你。地动是台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要怎甲地动和平共存，共同建立一个耐震的永续家园，变成重要的课题。
政府核数单位一直加强防震作为，严过921过20档啊，7300个日子，住伫危险大楼的人，每日依然会烦恼会惊，请予我一个安全的厝，袂输是遥远的梦想。牢固危险的房屋改建之路，还佫一段真长的路要行。